华视的金选剧场热天的柑仔摕到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编剧奖。接落来，华视阁要推出着上新的台语剧《若是一个人》，特别邀请这届金钟奖的最佳男主角龙少华来演出。 全新台语剧《若是一个人》盛大开架，对网络上真红的孤独指数表做发想，要带你探讨现代人的孤单。这是16个夏天的编剧杜正德头一出做导演的作品。之前有很多朋友编剧嘛，然后他们也都转了导演，然后都很鼓励我说，可以试试看，把这个作品做得更贯彻自己的想法。 自编自导挑战导演的功力，好剧本嘛，互本届金钟最佳男主角得主龙少华担头演出。最好的留给自己，所以编而优则导。所以我知道他要导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说没有角色都要安插一个。男女主角是找来人气男星宋博伟，甲金钟奖的女配角孙可芳，特别的是马来西亚籍的四叶草，马兰迪甲绯闻男友子红东台。其实我们两个的台语都没有那么好。 所以其实台语反而是变成说压力最大的来源。全剧演员要挑战用台语演出，嘛被看好是收入养成期了后，搁一个好作品。我们有金牌编剧，还有这么好的演员能够加入，所以我们当然非常期待这部戏能够播出。金牌编剧加上金钟奖的演员，嘛，互全新台语剧，若是一个人话题不断。